每個月初一同埋15，仲有咧你每年嘅生日，唔好去借錢，亦都唔好去還債，一定要記住啦。嗰件衫咧有血跡，就要盡快咁洗乾淨佢，亦都唔好咧將嗰啲血咧滴入個火入邊。夜晚瞓覺嗰陣咧，睡房入邊嘅衣櫃嘅門唔好打開。如果你覺得行緊衰運嘅話咧，攞幾隻新鮮嘅碌柚葉，用清水洗乾淨，然後咧用嚟拍打全身，一邊拍一邊講好嘅嚟，唔好嘅行開。想提升自己嘅福氣，就成日咧喺個袋入邊咧放7粒米，咁就可以行好運噶啦。着紅色嘅衫就唔好配白色嘅鞋，着白色嘅衫咧就唔好配紅色嘅鞋，因為紅白喜事呢幾樣嘢咧，大家都明噶啦，照唔做得噶啦。請喺留言區留低心想事成4個字啦，祝你願望成真，福身福貴。視頻中邀請到許羅葉道長，係江西龍虎山天師一脈65代道長李大明嘅嫡傳弟子，現職無為浙江省蘭溪市道教協會2025屆協會成員，浙江省蘭溪市道教宮殿碧雲殿常駐道長，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龍王廟常駐道長，亦受邀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慈山寺2025年元旦蓮花燈叩神法會道長代表。許羅葉老師長期致力於傳播道教文化，喺道教法術、奇門遁甲同風水等領域有獨樹一幟嘅技術同技巧。許羅葉道長向港澳台甚至海外人士廣泛招生，如想進一步了解，請聯繫我哋。